羊驼2、3万，姐你是真好横呀！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，今天我们就吃个羊驼宴。来，没有一只羊可以走出内蒙古，羊驼也不例外。哎，看这肉，通肥通肥的。哎，看这肉多漂亮！后腿肉多，一会儿剔了包包的吃。这啥玩意儿这么老长？脖子，这不会你把长颈鹿的脖子给嘎了吧？什么长颈鹿、羊驼？你今天算是有福了，我给你做个羊驼宴吃啊！行呀，那为啥要吃羊驼呀？哎呀，前2天让牛给顶了，救不活了，我就给他来了个痛快的。你今天算是捞着了。下来了。哎，小姑，我给你拿烤了它。烤了它。好嘞。油盆高煮，下火煮肉。这骨头剔的肉真大，把它煮了它去。羊驼肉下锅，精煮羊驼肉，搁把大料盐，盖上锅盖，煮上它70分钟。这羊驼头呀，2万跟羊头一样样的。给它洗一洗，太难洗了，你多给我包点包子吧。哎呀，还是地包圈呀！羊驼大葱馅儿，想想都香。烤这个羊排，盖上盖，烤它半个小时。花椒、大料、干辣椒。冷啊！进屋。家里走，家里进屋暖和暖和，进屋喝茶。家里有热茶的。进屋也快，暖和暖和，进屋暖和暖和。我靠，那里比这些拿着辛苦的。对，你会包。我这个不，哎呀，啥情况下？我就给你舀点茶喝去。冷的。坐这，我以为是带好几个蛋。坐这。那别睡了。坐，给你喝茶。热乎茶。来，姐，先喝点茶，茶不喝啊。喝点暖和暖和，热乎的，喝点。姐啥意思？是不是饿了？咱们要包包子吧？您包包子吃，坐一会儿。坐这等一会儿，我给包包子吃。包子吧。香了。哇，姐，羊驼头顶好了。哦，你看看这都脱骨了。哦。给它刷点酱。开了，姐，蒸包子吧。上锅蒸上它20分钟。好嘞。羊驼肉好了，出锅。哇塞，香味满院子。真香。天气冷的烟雾缭绕的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快赶紧端锅去，一会儿凉了。快点，快！哇塞，羊排出锅。
里头。开饭了，快赶紧吃包子，大姐给吃包子，往里坐吃包子。闻吧闻吧。十全十美，来个十字刀，浇点小料汁儿。吃肉，大姐吃肉，闻吧闻吧闻吧。白吃的，来这个。因为这一个眼多吃多吃暖和啊，多吃。这个闻闻。啊，这个羊坨坨，它羊头味不一样哎，真嫩，入口即化的感觉。这肉真嫩呀！哎，吃块烤的排。小姨，那还突然变好样呢。多吃多吃，大口吃。这羊坨肉就是不一样味道，尝尝羊驼腿肉。哎，太嫩了，姐，入口即化呀！这块大我要。给这个烤的好吃。啊，给咱看着。给，哇，这么大！这羊驼排还好啃。这羊驼排不腥不柴不腻，快吃，好吃吧？好吃吧？娘，多吃点。好的好的，来个蹄儿。全是胶原蛋白。加点韭菜花，蘸点韭菜花，好吃的干耳朵都不知道。哇塞，鲜嫩多汁。吃饱下饭，真香啊！好口感呀！再来一块，姐。有点茶的，喝点茶。倒点。简简单单吃个羊驼宴，又是幸福的一天。饭吃完了。